虽然讲离这个明年的报税还有一段时间，也毋过有一个减税好消息，要先来报互乡亲知。今年的基本的生活费阁调悬咯，来到182000块，比去年是加出着7000块，这是有史以来调幅上最一届。也就是讲，明年这个税会当减纳1点仔咯。那以一家口外4个人来计算，会当减纳至少11000块。若我有钱无钱，带一个某好过年底，大家收钱要结婚，红包的包真济，无要紧。财政部即马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。不课税的部分大概就18.2万，比去年呢多了7000块。部长苏建荣亲身公布减税利多，因为2017年底实施的纳税者权利保护法，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费用免扣税。计算方式是依照主计总处最近1年公布每一人会使支配所得中位数的6成来算。以2019年每一个人会使支配所得中位数是30万过3000块，6成甲算的是18万过2000块。主计处所公布的108年度的每人可支配所得已经调升到30万多，那么，所以它的60%，我们算下来大概是18.2万。也就是讲，明年5月申报综合所得税，每一个人拢有18万2会使保障免扣税。若是自己迄4人，差不多会使省1400块到11200块之间。调整幅度是有史以来上大的一摆，估计增加27万户，总共是205万户，会使优惠，互未少家庭会使省一条。